伫咧土耳其南部一个石洞内底，一个美国的探险家伫遐受困10天啊！国际出动要甲200个人去救援，12总算对地下1000公尺深的所在，甲伊救出来送医治疗。马克地基从直直的吊挂出洞穴，现场发出欢呼声。地基对大家比一个赞，随后就封送至病院治疗，包括进一步整治伫9月初之发作，才予伊调至洞穴的未处会。洞穴研究员提出顶头写着欢迎，登到0公尺的房仔予伊看。这件救援任务讲是史上规模上大、上复杂，要将无法度家己爬悬的地基，为下面1000公尺的所在用坦克救出来。镜头上，这是意大利搜救队将地基包好好势，下面经着地基的搜救人员爱同时，甲点名人同齐用来将伊往顶面救，也都爱伫各种奇奇怪怪的弯巧的路线中随机应变，也爱真细致避开去弄着。200 meters below the entrance. It's a very particular piece of cave here because there are so many slopes. It's a bit tricky. I don't remember how many meters, but anyway, this is flooded, a bit flooded, bit. So the water should be like 1 meter. 过去几工搜救人员都是一直处伫洞穴中，各类变形，也是搁较下，甚至拄着方向无规则弯道的挑战中，因需要生存空间，将探杆换一个角度才会当通过，也爱克服低温淡湿。伫救援的这段时间，团队的策略是一边救援一边治疗，吊大筒，互无法度食物件的地基维持体能甲营养。医生也互地基伫休困的人旁行行的提升信心。40岁地基本身是一名有训练的洞穴专家，也有洞穴救援经验，想要到家己伫探勘过程出状况。即摆来自美国约200名救援者出动，成功将地基救出来，会当讲是洞穴史上难得的花教材。公司新闻为您编译。